噔噔噔噔。今期要同大家分享呢隻1990年 Bandai 未來特警 DX Fire Tactor 烈火。作為呢個系列當年唯一嘅一隻 DX 人偶，冇出到黃色嘅拜克爾同埋綠色嘅雅爾特，亦都係當年嘅遺憾。玩具嘅主體足足有25cm， 同着化指令對比，身高大概係佢嘅2倍。喺劇中，鄉村龍馬經常都會除低頭盔，露出大汗淋漓嘅樣。DX 呢款雖然唔可以好似着化指令咁除低全部嘅盔甲，但係頭盔嘅穿戴方式就十分還原劇中嘅設定。為咗戴上頭盔之後露出嘅頸部唔好穿幫，呢個位置會自帶銀色嘅貼紙，重現翻有外甲包裹住嘅頸部。從80年代開始 ，Bandai 針對呢類內部空間比較大嘅頭盔，入邊都加上海綿嚟固定，同時亦都可以減少面部同埋頭盔內側嘅摩擦，避免蹭漆。睇翻 Bandai 可動人形嘅發展史，其實喺80年代尾就已經推出過聖鬥士聖衣大系或者各種戰隊嘅 DX 可動人偶。再對比翻呢隻90年 DX 嘅烈火，手部嘅可動可以講追得上時代嘅步伐，但係腿部嘅可動，特別係胯部嘅位置就有少少強差人意啦。呢紮貼紙我就冇打算貼㗎啦，但係呢期視頻究竟良唔良心，睇落去你哋咪知咯。喺武器配件方面，有收納喺大腿右側嘅 M2 手槍。雖然唔可以好似劇中咁摺疊變形，但係玩具入邊將變形前後2個形態都附贈俾你。警察肯定要有返個警徽啦，劇中可以作通訊用途嘅特警手杖。億萬流光炮 Geiger Streamer 裝上轉頭之後，就係佢嘅高轉速模式。烈火嘅專屬配件極限聖劍，億萬流光炮同埋極限聖劍組裝合體之後，就係佢嘅終極模式格林機槍形態。可能係因為玩具比例大細嘅原因 ，DX 嘅烈火並冇好似着化指令咁配到佢哋嘅複合背包，但係就會喺人偶身上增加咗星光效果嘅玩法。雖然當年嘅 DX 未來特警玩具並冇推出到另外2名隊員，但係想幫烈火配翻個 partner 都唔係唔得嘅。畢竟喺90年代，我哋有萬能嘅山寨啊嘛。嚟自於台灣喺90年代嘅山寨 DX 未來特警，綠色嘅烈火。台版會比日版少咗鄉村龍馬頸部嘅銀色貼紙。除此以外，玩具入邊嘅貼紙、裝備配件基本上100%還原日版嘅配置。當然啦，頭盔嘅穿戴方式亦都一樣，但係畢竟係山寨，模具嘅精度直接影響咗組合度。當年好多嘅山寨玩具都會閹割咗正版入邊嘅電動功能，直至到我要拍攝呢期嘅影片，先至發覺呢隻台版嘅異色版居然仲保留有星光功能。喺我漫長嘅玩具收集過程入邊，其實仲收到過呢隻藍色嘅異色版。不過除咗一台唔啱 size 嘅玩具車，裝備配件就一件都冇配，所以就無謂拆啦。
咁今期嘅分享就先到呢度啦，量良心就見仁見智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